手机 APP 程式叫做大声朗读的，有那个大喇叭那个，然后来荧幕录影，来念心经。7. 心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，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http://chiacity.com/tw/wisdom下划线9.htm 发现有一个字错了。重读目前的文件。7. 心经。有一个字错了啊，那怎么更正呢？要先找到那个位置，然后按两下。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里错了，因为六尘是色声音的声，香味触法，声音是配前面那个六根的耳朵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眼配色，耳配声，声音的声，鼻配香，舌配味，身配触，意配法，这是六根配六尘，是这个字第三个字错误，那怎么更正呢？要编辑文字嘛，按右上角三个点这边选编辑文字，要更正的话要移到那个字，游标移到那个字的后面，按那个箭头向左有打叉那个。刚刚那个是用声音输入的，这个是打字输入的哈。无色声声是声，声音的声啊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用台语来念就不会弄错了。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声音的声移到后面，然后按退出，有个手机面板右下角三角形向左那个，退到上一个画面那个，按确定。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声音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，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